2026年8月份生活聖言。我哋好似瑪利亞一樣感謝天主，我的靈魂頌揚上主。今個月我哋慶祝瑪利亞升天，佢被天主揀選成為耶穌嘅母親。瑪利亞嘅靈魂非常美麗，沒有原罪。係嘅，瑪利亞係好特別嘅，但係佢知道呢一切都係天主嘅恩賜。事實上，當佢懷着耶穌去探望同樣懷孕嘅表姐依撒伯爾嘅時候，佢滿懷喜悅地歌唱：我的靈魂頌揚上主，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。瑪利亞好特別，因為佢明白佢所擁有嘅一切都來自天主。天主創造咗佢，並喺佢身上成就咗偉大嘅事業。佢良善無罪，因此佢去世之後，立刻就被天使迎接升上天堂了。一天晚上，加里準備瞓覺，佢好高興，因為佢今日愛咗好多人。早餐嘅時候，佢將一個印有自己最喜歡嘅圖案嘅玻璃杯送咗俾弟弟，因為弟弟都好鍾意。爸爸要佢將鞋放好，佢就立刻照做啦。週六係奶奶嘅生日，佢為該天嘅生日會準備咗一個精彩嘅猜謎遊戲，想俾大家一啲驚喜。現在要瞓覺啦，佢同爸爸一起感謝耶穌賜予嘅呢一天。加里心想，冇錯，週六玩猜謎遊戲嘅時候，佢就要大家猜呢一句：耶穌存在，因為是他幫助我們去愛得更多。